一起經過，一起經過。呢個禮拜我哋嘅讀經係哥林多後書嘅第12章，今日靈修分享係第12章嘅8至到16節。為這事，我3次求過主，叫這次離開我。他對我說：我的恩典夠你用的，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我為基督的緣故，就以軟弱、凌辱、急難、逼迫、困苦為可喜樂的，因我什麼時候軟弱，什麼時候就剛強了。我成了愚妄人，是被你們強迫的。我本該被你們稱許才是。我雖算不了什麼，卻沒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。我在你們中間用百般的忍耐，藉着神蹟、奇事、異能，顯出使徒的憑據來。除了我不累着你們這一件事，你們還有什麼事不及別的教會呢？這不公之處，求你們饒恕我吧。如今我打算第3次到你們那裏去，也必不累着你們，因我所求的是你們，不是你們的財物。兒女不該為父母積財，父母該為兒女積財。我也甘心樂意為你們的靈魂費財費力。難道我越發愛你們，就越發少得你們的愛嗎？罷了，我自己並沒有累着你們，你們卻有人說我是詭詐，用心計牢籠你們。喺上一段經文裏面呢，保羅講到神為咗防止佢因為所得嘅啟示甚大而自高，就允許一根痛苦嘅刺加喺佢嘅身上。緊接住落嚟喺第8至第16節當中呢，保羅就帶領我哋進入佢同神最深刻嘅摔跤同埋對話當中。呢段經文可以話係整本聖經當中最震撼人心、最能夠安慰歷代受苦聖徒嘅應許之一，就係我嘅恩典夠你用的。隨後保羅將呢一個屬靈嘅原則呢，落實喺佢嘅牧養實踐當中，展現出一個真正效法基督嘅僕人嘅捨己風範。面對嗰一根呢令到肉體同埋心靈極度痛苦嘅刺呢，使徒保羅表現得非常真實啊！佢冇一開始就擺出屬靈偉人嘅姿態嚟到去忍耐，而係3次嘅求個主，懇求神將呢個痛苦攞走啊！3次唔一定係僅僅指到1、2、3次嘅禱告，其實更加係代表住佢曾經好迫切、好恆切嘅帶領住生命全部嘅沉重嚟到神面前摔跤。但係神俾保羅想回避落去呢根刺呢，打咗一個回票，佢係俾咗一個超越咗理性嘅應許，話我嘅恩典夠你用的。我哋時時都以為呢，神聽禱告嘅最高境界就係攞走我哋嘅困難啦。但係神嘅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，佢喺保羅嘅身上嘅最高心意，唔係賜下一個冇痛楚嘅環境，而係賜下一個能夠勝過痛楚嘅生命。神話我嘅能力係喺人嘅軟弱上顯得完全。人嘅軟弱並唔係恩典嘅阻礙，反而係盛裝神大能嘅勇氣。當我哋走到自己嘅盡頭，承認自己無能為力嘅時候呢，神大能嘅空間先真正被騰出嚟。喺得到神嘅應許之後，保羅嘅生命發生驚人嘅反轉，佢唔再哀求神攞走個根刺，反而係展現出世人冇辦法理解嘅屬靈嘅邏輯，
就係我更加喜歡誇自己嘅軟弱，好叫基督嘅能力覆庇我。呢一度嘅覆庇呢，喺原文係指到搭起帳篷啊。保羅睇見，當佢承受自己軟弱嘅時候，基督嘅大能呢就好似一個帳篷咁樣，將佢整個人緊緊嘅包裹住，保護喺其中。呢度亦都俾喺困難當中嘅我哋極大嘅安慰。好多時候呢，我哋喺職場啦、喺家庭啦，或者喺侍奉當中感到筋疲力竭嘅時候，我哋嘗試咧喺人嘅面前掩飾自己嘅無力，害怕俾人睇見自己嘅失敗。但係保羅話俾我哋聽，我哋幾時軟弱，幾時就剛強啦。呢個唔係精神勝利法啦，而係一個屬靈嘅真實。當我哋願意向主攤開我哋嘅無能為力，基督嘅剛強呢就會接管我哋呢個戰場噶啦。喺經歷咗同神深刻對話之後，保羅將呢一種喺軟弱當中彰顯基督嘅生命，完全實踐喺哥林多信徒嘅關係上。面對呢一班時時都會誤解佢、挑戰佢，甚至咧被假教師挑唆嚟到去反對佢嘅信徒咧，保羅表現出好似父母咁樣毫無保留嘅愛。保羅話佢第3次去哥林多，依然係堅持唔好連累佢哋，即係唔接受佢哋嘅經濟供養。嗱，呢啲假教師嚟到教會呢，係要得到信徒嘅財物，彰顯自己嘅榮耀。但係保羅卻係話，我求嘅唔係你哋嘅財物，乃係你哋個人。呢一句話係幾咁令人動容啊！呢個正正係基督心腸嘅寫照。基督嚟到呢個世上，唔係要奪取我哋嘅乜嘢，而係要贏得我哋呢一個人。保羅因為被基督嘅能力覆庇，佢裏面產生極大嘅屬靈慷慨，以致佢可以甘心樂意為你哋嘅靈魂嚟到去費財費力，即使換嚟嘅可能係我越愛你哋，越發少得到你哋嘅愛。呢個就係從救贖嘅恩典當中流露出嚟毫無保留嘅愛啦。喺今日，你係咪都淨係面對緊生命當中某一個困局呢？向主嚟到大聲呼喊，主啊，我受夠啦，請你攞走佢啦。但係嗰一份讓你身心疲累嘅工作，可能係嗰段無論你點樣付出都得唔到回報嘅服侍同埋關係，或者係你性格當中某一個反覆將你絆倒嘅軟弱。主今日同樣嘅對你嘅心話，孩子，愛恩典夠你用的。佢可能唔會立刻攞走環境當中嘅刺，但係佢應許要喺你嘅無能為力上為你搭起咗佢大能嘅帳篷。當你唔再用力或者用自己嘅方法去掙扎嘅時候，而係單單去降服於神嘅恩典，你就會經歷到嗰個奇妙嘅反轉啊！就係喺軟弱嘅時刻經歷前所未有嘅剛強，喺最受傷嘅服侍當中活出基督嘅捨己同埋愛。親愛嘅主耶穌，多謝你透過保羅嘅生命向我嘅心說話。好多嘅時候，我好似保羅咁樣迫切求你挪去生命中嘅痛苦同埋艱難。主啊，多謝你開我嘅眼睛，讓我知道你留住呢根刺係要比我更豐盛、更夠用嘅恩典。主啊，我承認我此時此刻嘅無能為力，我將我嘅軟弱、我嘅艱難、我嘅困苦都交喺你嘅手裏面。求你用你嘅大能，好似帳幕一樣覆庇我。奉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阿門。